种是上强的才会起来。无错。是，你也看三个，咱个顶礼拜见面尔对无？对，是，伊直感觉咱的游戏足好佚佗。对，会当学到足侪物件啦。是啊，阮真正有影为着100万哦，阮有改游戏，所以讲即改更较刺激。哦，真好算。嘿，而且大家拢会当算到，拢算会到。嘿，是，欢迎你甲100万加油！哦，我会尽量拍拼。好，来，请阮先拜两个，对，手放开那个吼。恁这个这种单位真优秀。100万要互摕吼，啊，拢安尼伫咧避讳出头啦，出头就济啦。哦，安尼愈来愈困难啊！为难阮这老岁啊，你讲。袂，其实最后少年的吼，甲咱有这种年岁吼，咱来动一下脑筋者，无咱平常时也无可能会去想到这。用大意想。嘛是教大家来运动啦，动一个脑，运一个动啦。脑筋运动。是，无唔对。今日边啊，甲你配一个妹妹啦。阿妹啊。吼，来，宜兰妹啊，会紧张啊。足紧张的啊！是安怎？哈，啊无安尼拢前辈啊，你看，拢前辈。我细汉看两个大。宜兰风水真好，你看，成个这款型的，唔叫是风水站呐。你无看我嘛宜兰。地理真好，好山好水啊！好山好水好身材。别，你唔通安尼讲，因会甲你保护啦。安尼吼，我来讲，保护奖金是吧？咱少年人手较紧啊。对啊。哈，是不是？是，这就是你较赢的所在，较赢的所在哦。后来佫刷落去是咱好爸，嘿，好爸嘛是较点对无？对啊，拢看到遐侪影星明星啊，紧张个。不，好爸，不是，今日不是叫你来看野青什么的，今日来抢钱啊，抢钱，想要抢啊，但是拢甲我声到我拢袂记啊。哦，我甲你讲啊，你袂当输赢哦。对啊，尽量。袂当输，咱这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哦。好，尽量把实力提出来，人家甲因惊死。好，来，两题哦。来，咱第一题，几个字？第一题2个字。2个字来，咱请出题。第一个题是。黏嘛，哎呦，伊黏啦。哈，来第二个题是长个圆形的，伊黏个长个圆形的，长个圆形的，是个唔知啊吼，来个题一个了。第三个题是哎，叮，好来，2个圆啊，哦，2个字嘛，圆啊。好来，老师圆啊对唔对？唔对。哎呀。我想一个，嘿，长个圆形的，长个圆形的哦。好，来，我唔知我个题哦。来，第4个题是配豆奶。配豆奶。哎呦，好爸个好爸要讲话哦。黏。嘿，黏。叮。嘿。啊，配豆奶。配豆奶。是。夭寿，袂记。夭寿哦，伊个答唔对夭寿，唔知吗？来哦，好吧。配豆奶吼。嘿，你拢食什么配豆奶？油条。哦。好来，老师油条对唔对？唔对。哎，唔对呢。啊，有人知影无？人知影无？继续提示啊。来，3个来。哦，3个。2字，哎。饭丸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吼，伊黏嘛，咱煮米吼，你做饭丸嘛黏嘛，啊长高啊，佮兼圆形的吼，啊爱捏，啊叮，爱配啥话？配豆奶。哦，好，来，老师，饭丸对唔对？对。来，分数甲加入去。终于加5千咯！请问台湾的点心真好食，啊，倒一项点心是咱台湾人在地台湾人发明的咧？A. 两人酥 ，B. 两卷 ，C. 红豆饼。来，请选择。来，到底是哈？参详紧嘞。在地台湾人发明的，莫用骗去哦，在地台湾人发明的哦。只有这有够高最简单放的呀，不爱猜呀。啊，你不爱猜，小亮哥哥啊，啊，你免甲叫过来呀。来哟，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哦？差不多哦，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无，咱来问者。来，3个代表恁讲哦。好来。A
嘿，你会感觉是两零糕、两零酥。因为我是感觉这个两梗甲这个红豆饼，应该是拢受到这个日本迄边因的点心文化影响的啦。这个两零酥这个较有可能是咱台湾人家己做的啦。真正兼两零，敢若无咧别个国家看过吼。对，你一般日本人因咱嘛真看咧讲，也是美国人因也真咱听来讲有咧用两零酥的啦。红豆饼就敢若伊咧鲷鱼烧嘛，两梗因嘛就做者煎饼，咱煎饼的部分嘛就受到因的影响嘛，所以应该是两零酥较有可能啦。两零酥算量真济吼，来，恁两个是来徛头前，即马是。是这胃较好徛是啊，较凉啊。我咧新人新娘啦嘛。我感觉两零酥是对的。啊，毋过我感觉讲两零酥吼，莫放伫共一个篮仔内底。两零酥莫放鸡对，所以我徛边，因为我感觉两梗嘛袂歹啊。两梗嘛袂歹啦，两梗嘛袂歹啊。因为就侪人嘛是用台湾在地人做迄手工两梗。红豆饼应该是日本的啊。哦，红豆饼。红豆饼我看应该是日本的，食起来感觉抹茶红豆无？哦，日本的口味啦。哦，你认同伊讲话啊？我嘛是伫咧丢度讲是 A 还是 B？ 哎呀，这两个就是红豆，就是无卵嘛。对啦，啊，你若知迄拍粉无内面无放卵。哎呦，对嘞，对啊，红豆两饼。哦，只是无爱甲卵讲出来尔，是后来就跟他你啦，足孤单一人吃红豆饼。啊，自由这个我无爱插你，做你走。我甲你讲，我希望讲阮这节目做出去了吼，唔通互翁仔某失好啦。拄则找人徛遮，找人徛遮。随人行拢无相插安尼。唔好啦，咱来好害你啦。误会了，是，阮是分散风险。哦，分散风险哦。红豆饼我是自细汉做囡仔就开始食啦。是。无定讲哦，日本人有这个物件，但是我感觉哦，咱是台湾人发明的这个物件哦，这个红豆饼是台湾人发明的哦，敢若是古早就有啊。古早就有啊，我做囡仔就有咧食啊。是唔是用一个敢若像叠个安尼，啊用一个布，安尼一直咧，安尼。系啊，对。啊，啊，灌咧落。即嘛有人后坑别行啦，那红豆饼很好吃。铁膜啊，内底啊烧夹安尼。对啊。囡仔时代加贵啦。对啦，我囡仔就开始食。但是日本也有那种铜锣烧的东西。讲的啊，鲷鱼烧迄种。嘿，迄个唔过连法都无讲。无共款哦。阿英嘛无讲。好，不要紧。分散风险，分散风险，一定爱分散风险的。真巧，翁仔某就是爱安尼分散风险。是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有啦，风险拢有分散。来，咱请回。嘿，我又袂叫请回。小亮哥哥。啊，咱继续拍拼哦。哦，这是迄个台中丰原有一间超过100年的老店研发的啦。哦，啊，这两人酥哦，伊挑工做较细，就是分量哦，无要讲像传统月饼较大有无？嘿，啊，形体嘛无共，嘿，所以是咱在地家己研发的点心哦。啊，当然这个拄则讲的红豆饼。历史也足久啊，毋过迄是对日本传来。阮阿妈，我细汉时讲迄叫做台哥丸酒，台哥丸酒日本话。对啊，对日本来嘿，啊两梗呢，讲是对西班牙西班牙迄边的人发明的啦，嘿，所以就是讲是两人酥是咱在地安尼。请问台湾正月初一的风俗是爱行春，啊，你敢知影行春这项代志的目的是啥物呢 ？A. 庆祝平安过一年 ；B. 要唤醒咱这万物的生灵，还是 C 要祈求财富愈来愈多？好，来，咱请选择来。哦，到底是要庆祝平安过一年，还是讲要甲遐万物的生灵拢甲叫醒来，还是讲祈求伊财富愈来愈旺咧？哦，咱目前为止哦，3个是4个拢搁伫个哦。好，只有这个已经调。哦，这个调啊！来。来哟来哟！好算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哦！哇啊！
哎，就爱看人，哎，上尾啊1秒，刚刚美户登去倒去啊？分散风险。介高水的，你选的是 A， 你感觉讲爱庆祝平安过年。哎，因为行春就是走春嘛，对啊，就是爱行出去，行出去然后庆祝，庆祝哦，过一年啊。嘿，过一年。哦，啊，我感看到人，觉是安尼。看到人啊，甲人喺度拍招呼，对啊，恭喜恭喜！缘分缘分，对嘿，啊，运气就会来啊来啊，哎，嘛是道理哦。好，好来，咱今晚来看咱的注意之者。哦，伊就早就开食。你足好笑的，你家己一个人悠悠个行来吃。啊，拢无咧插别人的，敢若你是一个人来参加无队员的咧。是安尼讲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会在想，我咧想过年，过年以早过年不是讲有迄年兽吗？啊，年兽对不？啊，过年迄天就是大家拢丢会出来啊，放炮啊，嘿嘿，沙闸嘛。啊，初一的时阵，大家拢活的啊，所以咱恭喜啊！所以咱爱出来行出来啊！对。啊，甲大家讲咱拢活的啊，大家毋是拢足好的，爱甲大家拢叫亲情起来啊！哦，是安尼吗？嘛有共款啊。我是安尼想啦。哎，所以我因为大家拢毕业嘛，啊，即马过啊，所以拢爱起来啊。系啊，甲大家讲你拢讲活的安尼啦。恁毕业嘛是拢认同，所以有这安尼讲啊。无恁是有啥物起来食？哦，你感觉咧？我感觉讲了真有理啊！你拄则是不是要徛 A？我拄则是莫名其妙叫人救来，我来要徛 A。你是来去到 A， 救来。哎，时间到啊！嘿，无定就是这啦。嘿，要甲叫万有诶，就是青蛙甲叫好听啦。来，咱的迄落啊，现在啦，真正多一个啦。嘿啊，你感觉是在乎？因为过年就是红包食红啊，趁钱啊。对。啊，行春行愈多，钱愈多。哎呦，哦，有道理呢。行愈春的意思啊。哎呀，有春有春啊，加行一寡较济啊。厉害哦！你讲了真好，大家讲，哎，有理呢。好 ，A、B、C 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以早咱来讲春吼，就是除了春天以外，就是咧讲有春啦。啊，所以就是行春要娶迄个好结条的话，就是拄则讲的吼，会当哪行哪春哪坐安尼就对。哦，啊，拄则佫有另外一堆有讲到年兽。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传说啦。台湾的过年风俗并唔是年兽，其实是另外一个沉岛的传说，就讲台湾岛要沉落去啊，吼啊，大家爱安怎去处理安尼吼，所以这是当然这是一般大家拢可能就是古来吼。啊，咱拢听年兽听惯势，啊，其实跟年兽无关系啦，咱的过年风俗，啊，其实嘛无讲过年一定爱什么分红包、领红包，就是所谓行春就是出这个春这个意思，所以咱若种啊有号名吼，号这字春呢，其实拢是有这个希望讲啊，会当春家伙，会当啊春美牛春什么吼，愈春愈多这个意思，嘿，好，以上。